大家好，我係圈媽，歡迎你收睇我嘅頻道。菠蘿甜唔甜？睇呢幾個地方就知道，一緊一個準。你都係咪同我一樣呢？好中意食菠蘿，等咗咁耐，終於日到食菠蘿嘅時候。每一次到呢個時候，街上買嗰啲菠蘿嘅攤位就多咗起嚟啊！我每一次睇見都會想拎翻幾個翻屋企。當然，菠蘿亦都同其他水果一樣，要精揀細選。如果唔係嘅話，買嘅好揀好酸，菠蘿根本冇辦法食。而且仲會影響我哋自己嘅好心情。今日就由我呢個菠蘿嘅愛好者嚟教大家點樣揀菠蘿，一齊嚟了解一下。首先我哋揀菠蘿，我哋會睇顏色，睇一眼嗰啲嘢好唔好，主要就係睇外表，都係我哋嘅習慣。尤其係食嘅嘢，一睇外表就知道佢新唔新鮮。市面上嘅菠蘿顏色深淺不一樣。好似呢啲顏色深黃，一啲發青嘅地方都冇，咁樣菠蘿就唔建議購買。咁樣啲菠蘿就係過度嘅成熟表現，菠蘿裏邊可能會出現爛咗、軟咗，亦都會出現黑麻麻嘅現象。有啲聞起嚟仲有一股好似酒味嘅，食起嚟口感就唔脆，仲帶啲軟面，甚至係唔食得。如果菠蘿嘅顏色好清啊，並且捏起嚟好硬，講明呢個菠蘿未要完全熟透，食起嚟口感都係好差。雖然食起嚟好脆，但係一啲都唔甜，反而會好酸澀，冇有菠蘿啲香味，但係可以存放嘅時間更加耐，買翻屋企可以放好耐啊。但係菠蘿亦都有最佳嘅使用時期，啱啱成熟嘅菠蘿顏色係呢啲好靚嘅黃色。黃色當中又帶啲青色，咁樣啲菠蘿買翻屋企就可以直接食，口感係最佳嘅，所以大家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嘅實際情況和需求嚟買。第二，買水果嗰陣時呢，好多人認為嗰個葉片好重，冇葉嘅先最好，有葉嘅都係少揀短嘅，所以會選短葉嘅菠蘿，真係錯嘅。菠蘿葉就好似菠蘿嘅身份證，菠蘿嘅葉片同產地有關，日照時間長嘅地區，比如海南，呢啲菠蘿嘅葉片就長得好長；日照時間比較短嘅地區，比如廣西、廣東、福建、台灣等，菠蘿嘅葉片就會較短。日照時間嘅長短和菠蘿嘅甜度係有直接關係嘅。太陽強嘅話，下線嘅糖分亦都多，食起嚟就更加甜。反之，糖分少，口感就會比較酸澀。即是同一個品種嘅菠蘿，我哋都要揀嗰個葉片長嘅，冇揀短嘅。葉片越長，講明生長越好，吸收嘅營養都係越好，口感都會更加香甜。第三，睇果眼，果眼偏細而且甩好微質啲菠蘿都冇要買。觀察果眼可以話係判斷菠蘿是否好唔好食嘅關鍵。大家喺買菠蘿嘅時候，盡量避免果眼比較細而且好微質嘅菠蘿。菠蘿嘅果眼大細同微質程度與陽光照射係有好大關係。果眼大而且好稀疏嘅菠蘿，講明得到陽光嘅充分照射，水分含量好足，含糖量都係好高，食起嚟又脆嫩多汁，好香甜，口感好佳。相反，嗰啲果眼比較細，即係軟趴趴啲菠蘿，由於光照唔夠充分，屬於水分含量好少，甜度都係唔足，食起嚟口感好差，好酸澀，並且嗰時呢菠蘿好軟，買呢種好容易導致過敏，物質含量高，所以冇購買。第四，睇果身，我哋要選菠蘿底部嘅果身新唔新鮮，遇到果身有啲黑或者係好明顯，已經可以睇到放置嘅時間好耐，發霉腐壞，最好就係唔好買。千祈唔好諗住啊，呢啲係根蒂啊，同裏邊啲果肉冇關係啊，因為遇到呢啲情況，可能裏邊啲果肉都係壞嘅。同樣個頭啲菠蘿，我哋都有揀果身比較細，因為呢種菠蘿切開之後
硬身會比較細，就係菠蘿中間硬嘅嗰一段比較細，果肉相對會更加結實，亦係更多買到呢啲菠蘿先抵。第五，捏一捏就係按壓一下菠蘿嘅表面。菠蘿為咗防止喺運輸過程整爛咗，所以係唔會等到熟透先會去採摘落嚟，所以一般呢都係7、8分熟嘅時候就會採摘落嚟，咁樣經過長途運輸到各個地方，成熟度係一般就係啱啱好，亦即係用手按一下，如果按起嚟好軟，甚至一按就落去，即係講明菠蘿熟過頭，果肉都唔新鮮，口感肯定好差。如果菠蘿微軟，而且有彈性，軟中帶硬，咁樣嘅菠蘿先係最甜嘅。如果菠蘿按起嚟好硬，講明佢成熟度唔高，食起嚟呢會比較酸澀。菠蘿同鳳梨好多朋友都會分唔清，有啲人就係話呢兩樣係同一樣東西，亦都有人話兩樣差異好大。其實呢，想認清楚佢哋，只要睇啱呢個地方，咁就係鳳梨係冇刺冇嫩芽，菠蘿係有刺有嫩芽。如果你再仔細觀察嘅話，就可以睇出嚟呢兩者係好大嘅差別。鳳梨呢嘅葉子係冇有刺卵嘅，而菠蘿嘅葉子帶有刺卵㗎，並且好扎手啊，用手摸可以分別出嚟。鳳梨嘅品種好多，受環境因子同埋栽培技術等等因素嘅影響，唔同品種啲口味都係唔同，營養物質嘅含量都係略有差別，但係佢哋都係同一種水果，營養嘅價值都唔會好大，所以呢就唔使諗嚟諗去揀邊個更有營養啦。中意食邊種就買邊種，價錢啱自己先至最好嘅。所以以上揀菠蘿同區分鳳梨，大家學識啦嘛？中意食菠蘿嘅朋友，快啲去試下啦！大家係食菠蘿嘅時候冇借住切咗就食，如果唔係就好容易造成嗰個嘴痛，舌頭好埋啊，感覺好雜。可以將菠蘿放喺鹽水度泡一泡10分鐘左右，咁樣處理過嘅菠蘿你食起嚟先至爽啊，唔會扎嘴嘅情況。而且老話講得好啊，想要甜加啲鹽，咁樣處理過嘅菠蘿食起嚟就好甜。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啦，如果覺得我嘅視頻對你有幫助嘅話呢，請你幫我點個讚啦，轉發分享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朋友。我哋下一期再見啦。